我这里是没有问题。黑西装还是蓝衬衫呀？我感觉蓝衬衫吧，因为天色黑了，你再穿黑色衣服就融入夜色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光线？其实光线还可，我这里是没有问题，光线都还行。有点白，那我就很快操作了啊！可以，这个凹一个造型可以啊，来，好看，这样的靠多一点，对，我想要这个角度，来，对，还有这个可以，可以，要不你靠着那个东西，对，靠着，靠在那个这个挡板上，不，出来，这个挡板，对，就这，我叫它这样子凹几个动作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是不是好吃？可以，现在可以了，走吧。